底要互囡仔注新冠病毒的预防针无，是互真侪家长真丢毒。有家长讲，只要有疫苗通注，也是赶紧注，要注倒一种的牌子拢无要紧。也毋过，嘛有真侪家长惊这个注射的副作用，也是决定暂时袂互囡仔注。小儿科的医师讲，不管是莫德纳，也或是儿童辉瑞疫苗，造成心肌炎的几率拢真低。若这个副作用，莫德纳相对也是较明显，也毋过会当提供较完整的保护力。这真正是一好无两好，到底要安怎替囡仔做选择，也是家长爱家己决定。囡仔伫公园里耍，拢爱挂喙暗，因为本土疫情真紧张，未注射的囡仔却变成病毒作乱下上脆弱的族群。注意用射，唔知有副作用无，家长会烦恼。成人的半剂的话是100%不接受，就想说有就打，可以打就打，就总比什么都没打好。烦恼为着病毒，又惊讲预防射有副作用，做家长有影真折磨啊。其实会使参考各国注射的经验，专家建议讲家长要好好研究。我个人不是这么建议在5到11岁或者到6到11岁这个族群的小朋友去做这样一个混打的一个剂量是成人剂量的大概，如果像莫德纳它大概是成人剂量的大概1/2，那 BNT 大概是1/3。那这个混打其实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我们讲的科学上的一些数据。至于大家担心的这个心肌炎哈，其实莫德纳疫苗跟辉瑞疫苗，他们在临床试验的时候都没有看到有心肌炎的报告。辉瑞疫苗它在美国大规模施打之后呢，就发现大概打了800多万剂之后，才出现了大概11例的这个心肌炎的病例。医师解释讲，莫德纳甲辉瑞、辉瑞拢是属于 mRNA 疫苗。莫德纳副作用虽然比较较济，也毋过会使提供较好的保护力。若是烦恼副作用，那呢就会使经辉瑞、辉瑞。本土确诊的数字是愈来愈悬，免啊替囡仔做出适当的选择，家长真正伤脑筋。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